我怎么样我已经不能变。大家早安。天寒水转。我这一年，这里爱情中年很大，还有呢，第一班，第一班，第一班，会体，爱情性的存在班。那方面，你其实最开始一起，咱这个班开始一起，和他们是咱自己一条，因为咱这几年爱想有四个班数，四个班数，就是因为四个这个班数，七个这个班数，九个这个班数，十个2到这个班数，四个班数。这四个班数，咱画片来讲是，因为一个班数，请咱这个领队，这个蔡长春，这应该咱那里迄个网络 YouTube 写上蔡长春，应该咱发到伊中国的出口。这个蔡教授是先来大学教授，有年而且来讲过即个，你讲课非常幽默，非常幽默。但是因为咱学校甲请是4月30日，但是伊回复我是 OK 听好，没有问题，这是什么问题？那没有问题，我调整动作，我就因为如果我确认，确定的我给他确定，因为这个已经 OK， 但我做这个动作，所以呢，伊我都没办法安全，我嘛，我就是 OK， 所以这个安全上根本今年1月8，教务处收到拍的微信。伊讲那回我讲 OK 啦，我讲 OK， 所以呢，因为伊从白天买入去，所以白入去当中，伊讲好个采访已到30，因崇德文教基金会崇德因点传师的重要会议，所以呢，因为伊把金价带来，那因为咱较巧，小班我抓到位14个。94个，所以呢，因为伊这个班数会当94个所以呢，因为就要摆，好调这个代志。当双方的时候，哇，咱是一个领导型吼，菜场经常型吼，别人叫我可好，所以呢，咱大家都会这里宣布吼，临时刚刚好像是跳好像刚刚够，然后其实这个是能够计划，赶不上变化，你不要紧，你那种咱这个班数，我请我给你情报，所以你请咱是那个周明腾周讲师，周讲师，以后对那么请这个功课，也可能要请课，所以呢，对起来功课马是马是来建造，所以呢，伊请以这个场地你来播这个播这个奖，所以像周讲师来领导这个，但是咱这个分，有请一个咱的一个保护主任，一个张德清张德清。张德清，咱的到委会有蔡长青，蔡长青，咱的集会顶，咱固定请一位，咱的迄个基础科的，蔡教授，这个蔡教授我进步真中，进步我这个呢，咱要去政府书院，
咱讲 YouTube 一个政府书院，那个看，那我们可以去到一种政府书院的舞台，然后这人3.3，然后我相信我打不敢3.3，所以呢，今目前就一直接受政府书院就以菜田书，这个菜田书也是分的条分的情况掌握然后分的所以呢，跟书院那因为主讲来讲讲这个因为这个历史变化没有关系，因为这个当时嘛非常的麻烦所以讲这个英国的所以咱用微信的用微信那当然因为咱老说先咱体育班，咱体育是联会嘛，体育联会，体育联就是讲你既然我是会讲记忆要确实的，不低输于低，不明输于你唔知影，我要输你知影，既然你知影，我要确实你知影，但是因为体育班就是讲，你既然你知影，你咧经过体育班会体育，但是你是不是真正知影？你是不是真正知影？所以，今日这个班，就是讲，你要确实你既然确实你就是今日这个地较无我就解释，你要来听这班的联会班，是有成绩的人，有福报的人，对啦所以我听这班的人听对都是无用所以今日这个班就是针对着个人伦理方面、心态方面、家庭方面来做一个教育所以咱知影，我这个国家叫做台湾。台湾叫什么呢？咱想讲叫做共产性，就是咱讲的咱我这个国家叫做共产性。先到是世界大所在，不是大美大所以要先。但是因为咱各位前，咱这是无先，拢先是也未先或者先，也未先或者先，大家若不是这个意见，咱就行到这个所在。咱不他们选的这个环境，咱一定就会来了，这排队。你讲要对这些人来情况下，how可能？有可能的，谁能讲？因为你们对这些人来情况，那就不可能。就是大家来照顾咱们呀，别人对了所以别大家听着，大家加叔叔，我这个班里讲课，别大家听这个班，听这个道理，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呢，伊咧行对，我南马是相当甚至做成国家，拢总迄个企业所在，拢有。咱先靠可能，太新加坡、甚至这国家，拢还民主的国家，但是因为你得了解，咱美国的台湾是咱美国的是跟你讲的，咱今日每一个人，在过去，对中国来讲，对对的发展然后新存在，你能怎样？对于中国来讲，咱美国的是设置，就是刷单，你刷单你的技能技能，经济方面技能到经济差错的时候，这个那么。这个所在，咱所有的师尊，你要害怕，这个舒适感，然后一直到然后也就给，做东西的是说你看，都修的，故意还是一不成后面，这嘛才，谁都，你
太远，越太远，越谁是强？咁而咧，但是我话私家大学，甚至呢，贵体是不要的，那是非常好的，为了这干。啊，那么来招对不都来招企业。哦，啥比较变上会，所以呢，咱们来招对企业，招你个人的啦，大个人，个人可以是好好呀，可以当做是。哦，什么帮忙帮啦，是台湾帮忙啦，是对帮忙啦，都出现了。好，外艺术，贵体，就我大家，那我们一点不一样。而且你别靠世界不办当，明天走完优点就是靠可怜，不可怜的事。我们得发展台湾，实际上一切都是钱，但是你们当然来到这里，但是不能。那么中国单单在这里那么世界国家，也能得到提升成长，而且做好协作。来做好路，咱哪领导就来了，咱来咱来负责，给他们的听的，给他们的修，这对咱的修行，对咱的苗人，对咱未来，未来好事啊！所以呢，好助行，好助行，那边的回来的助行，一定要去行。我来听，我来听，你心里头这个世界，这是一个修炼所的，你心里头这个世界，拢总是变心的。我在讲是啥呢？我在讲是你，那个你怕什么？我在哪找不到你？我来讲这个事实。关于旁边是一个社会，一个烟啊，这个烟啊，因为用这个态度，这个态度是教练，因为啊，我这个啊，甚至呢，咱表面啊，难处，难处知道题目，太极拳教练，但是这个，你提高没有？那譬如清楚呢，你起立跟的，人的心好处啊，就包括那个为数的，啊，为数的啊，因为所在，因为所在的，我们后面有到，所在是讲究啊，但是因为这个太多集团太多，太多，这个产品，伊21年。早搞这个商品，这个商品网站啊，伊咱无用，咱没有看，伊没有嘛是真重要的，所以我在这来讲，我是叫做伊水分啊关系。伊讲哦，因一定人去到迄个所在，但是迄个所在哪到更多，真所一百个甚至当中呢，因迄个。风浪也不好，天气也不好，但是伊天气121年走到这个岛上，岛上当中因讲看要倒来，看要倒来，咱伊是自本的人了，这个天气会使不错，但是啊，听讲内底21年人可能就要倒来，第二个问题也是迄个基准的，基准的就是咱基准，不是为方法。但是目前一人数是在，所以呢，哦，一人一层，因两个来这个几乎都可以换大概这个地方，然后再来好，一层变成，这边是几乎都是，规准10分钟5点哇，规准开始规准10分钟呢，要不是我害，是叫做样子的，我看来，为其他有我发现啊，UK 加班这边，你是话。1.8大半个月，因为这是啊，因为这是呢，好，是啊，那今天我今天你特别好，伊个是后我去做迄个批判法，每个人因太多了，我因所谓最多都没人去吸收。
阵准是拿出来到，主要是到外海，哪里来海洋？如果若去到外海，小些无人来，国家怎么办？那个就是包括那个啦，有什么关系？所以讲，今天来到这个世界，为为人造机会，要么是外地人，要么是那哦，那造机会，但是无。一心当中拢名说的啦吼，然后见到是啥说的啦，但是这个问题就是啥？当然，伊会去做太大事，这是不代志，那是之后，但是方面是非常严得了，是这些。当然，以前讲的事情，都无人意识，啊，伊的第查某囝也是，拄则听的是哪？因为伊一定了解，因老爸以我，伊要安上班啊，意思。这是一个道理，因为人生到这个世界，免啊大脑一定钱，免啊入心听得扬名以后世，以前不好。这是真正把咱的道德，把咱的道德来言传把咱的家里事情，安尼叫做做定不空。这是呢，每一个人生观。非常上重要的一课当，所以我希望讲，咱今日来做一个理会，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较有意义的，不是这个经济偌济，不是这个地位偌悬，更加不是你食到几百岁、几十岁，不是这个。人生上较有意义，就是你要安怎把你这个世界，要安怎做到一件叫代志，这个叫代志就是把道德。传统咱的家事，安尼叫做做应理顺，安尼讲是安尼，咱做做咧，家事安尼讲是安尼，所以做对代志，就是爱做对应理顺，所以今日非常的难得，要邀请到咱原本教授，咱来讲一课，所以呢，伊的课，伊的主要的好，如何用主题，如何让自己更好，伊的主题就是所在了吼。所以呢，我是把这个请做成书，好今日最后就我们新集团新的员工，好，谢谢各位。可能整个是这边全道戳，温道戳，再有个人的掌声，谢谢。接下来我们要邀请。